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个欢收看1月1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日本岸信夫众议员甲其他选区的山口县议员上午拜访台南市会，由议长郭信良亲自接待，互相交流。虽然双方拢是头一摆见面，不过气氛相当和谐。而且咱议会甲山口县的议会，嘛有可能伫今年来签订友好交流协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小弟岸信夫众议员，甲山口县日台友好促进议员联盟的会长、副会长，即届来台湾拜访只有短短3天时间。一方面除了专程来祝贺蔡英文总统成功连任，另外嘛特别拜访台南市政府甲市议会，希望促进台湾甲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甲互动。非常欢迎也是现在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呢。众议员率领山口县的一些议员，都是日台友好交流协会的成员和会长，一同来参访台南市议会。那台南市议会本着非常欢迎他们来到，也希望能够加强两国相互的交流，促进两国的一些包括农产品经济的经验，还有建设的一些的体验能够相互的来往，希望能够带动两国的经济。促进两国邦交的一些的政治的关系。会长日台友好促进山口县议会议员联盟会长稻田照明嘛提出希望会用促进山口县议会加台南市议会的结盟。议长郭信良表示，上紧今年来就用促成。他们有邀请呢台南市议会和山口县议会呢共同缔结友好的关系。那我们也在着手的规划我们非常乐意和他们缔结两个议会的。相互的友好的关系。会后双方嘛互相递上纪念品，并且品尝台南在地水果，并参观艺术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首要天团为了演下国际化甲数位化的潮流，现在民众前往参拜，不但当使用行动支付来贴邮箱，地庙内也设立了6个语言的签诗机，来方便外国朋友使用，嘛互传统的道教文化愈来愈走向国际。台南寺庙迈向科技新纪元，民众即马前往首庙天坛参拜，不但会当使用悠游卡填邮箱以外，伫庙内阁增设2座电子签诗机，而且这台签诗机是6个语言拢会通。大型的设计，互更加侪国际游客借由该服务，认识传统道教的文化，更加会当拓展台南国际观光市场。非常谢谢，就我们也是透过了，就是台南市那个民政局的合作，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的合作，就我们的签诗现在已经改为就已经有6种的语言，6种签诗有中文繁体的、英文的、日文的各种的语文，有6种的语文。那我想这也是对我们要提升台南的观光的有旅游观光客非常有帮忙。科技进步，消费方式嘛得咧改变。即马无早现金出门，而且使用行动支付的人愈来愈普遍。黄伟特表示，首庙天坛运用科技，互民众到庙宇拜拜，会当有更加便利的体验。我们天坛能够有这个悠游卡来做一些上香祈福这个相关的动作，那这是非常好的。这第一个表明这个我们的神明也与时俱进了，用悠游卡就能够有这个祈福的这个动作，而且很多都线上刷卡、线上消费的线上这个不管是买金纸这些东西，见证了我们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提供市民更多的便利。另外一个，我们签诗也都这个有6种语言所以不管是讲国台语、英语、日语这个都会通，所以更适合那个我们台南的这个庙宇国际化。台南市的庙宇总共有1630间，数量是全国上济，会当讲是众神之都。
台湾手表天单响应电子支付服务，未来不管是来参拜、买金、添邮箱，或者是年度点灯，信众拢会当多多运用自助服务机来支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过年为了提前互民众了解年节时交通的状况，甲市府所办各种活动，市府特别伫14号举办交通疏运记者会。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出席，呼吁民众爱多多利用市府所成立台南行村的网站，嘛避免塞车。春节假期的脚步愈来愈近，台南这几年也成为国内外游客的好选择之一。为了让游客伫过年期间也会使轻松来出游，市府也特别将春节假期的活动来做整理，同时伫各大景点甲活动现场规划交通疏运的计划。配合台南各种的交通 App， 要让游客降低伫市区踅来踅去的时间。今天很高兴能借着这个记者会，来跟我们好朋友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公布我们春节疏运以及整个春节的这个景点，12大景点的相关的一些旅游资讯。那么往年我们都知道台南是一个古都，往年春节来台南这个过春节或者来台南游玩的，动辄上百万。但是因为由于过去台南的交通就是比较挤一点、拥挤一点，所以有时候这个旅游品质会下降。那所以说今年我们特别透过智慧交通、透过智慧停车相关的业者的协助，我们来一方面让大家都能够来台南的时候都能够这个开车顺利，都能够这个找到停车位，也都减少在路上这个怠速或者是这空转的时间，希望说提供给我们的来台南的好朋友一个最舒适的交通环境。今年除了会使使用 App 查询各种的交通资讯以外，市府也特别设立了2020台南新春的网站，顶面也提供了各种活动的资讯。市长也提醒游客伫出门之前会使上网来查询，就会使清楚了解到台南东港各种的活动。在旅游景点方面，我们也提供了套票的服务。也提供了相关的这个些春节的节目，所以说让大家可以只要上台南新春网站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哪一天在哪里有办什么活动，那它的交通是如何，自己开车是如何去，然后这个坐车又是如何去，这样相关的服务一应俱全，可以提供这个更提高我们的旅游的品质，以及对台南的整体城市的整体形象可以有所提升。这点非常感谢我们市府团队通力合作，能够跨局处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春节疏运以及旅游计划都整理出来而且有一个变成有条不紊的这个方式，提供市民以及外来的朋友一个最好的一个协助。交通局表示，过年期间路边停车价位是暂停收费的，但是停车场也是有继续收费，同时拖吊也是有继续进行当中。请用路人莫违规，如果有任何交通相关的问题，也会使敲24小时的专线。台南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咱台南伫去年后壁甲咸水两区双双入选台湾经典小镇以后，今年再次传出新华马入选的好消息。对此，市府表示，依照当地丰富的观光资源，后续将全力规划相关的路线来行销，让国内外游客有机会来遮深度旅游。2020年新的一冬，台南以古清大目江的生活，透过伊的观光资源、周边自然文化生态等优势，市府向中央提案，结果入选为台湾经典小镇。得奖的第一时间，市长嘛欢喜甲，感觉实至名归，邀请大家拢来踅台南后花园。新化在2020年真的开始也这个入选我们的观光小镇，这点是非常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台南其实有景点那么多，许多小镇其实别有风味，不管是在昆宾伯的淑女养成记的后壁，或者在盐水风炮我们这个月之美术馆、月经港灯节这个的盐水小镇，或是再来我们这个大木匠有新化老街，有许多的地方玩赏，还有虎头皮的新化小镇，这个部分都是入选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经典小镇。其实他们讲是实至名归，一方面也对地方有许多的激励跟鼓舞，一方面也让全国的民众都能够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观光产业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此提案的观光旅游局甲新化区公所嘛相当的骄傲，因为新化一档数据拢适合旅游，包括野村、看火金沟到阿波罗花季以及音乐季等等，拢已经是全台湾独有的人文景色。那新化老街结合我们168线这个虎头皮，这个国家植物园区，这个我们的这个左镇的这个二寮观日出，这个景点非常的丰富了哈。那当然要入选这个2020的这个经典小镇，是非常要有特色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全这个台湾的这个各城市去做竞争。那我想我们今年的用新化镇来跟新化区来跟大家来评比哈，它能够获得全台湾的这个经典小镇的这个入选，甚至得名哈，那我想是实至名归的。新公所这边就针对我们168这个沿线的景点的串联，一些民宿还有历史街区的那个景点的一个串联希望在配合我们管理局这边来看怎么规划后续的一个小细节来推动非常感谢我们交通部这边还有一些神秘客的青睐啦我们新化这边真的是人物地产景有我们的优势这一次又配合我们的下个礼拜开始的联络大街1月18号到1月23号6天的新化联络大街非常欢迎我们全国的朋友来我们新化这边来做一个旅游观光采买联货。市府表示，新化立选经典小店以后，中央嘛补助50万的行销费用，甲100万的业体建设，希望以深度旅游的方式，让国内外游客来认识新化小店的文化。今日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迎接过年，市府整合了台南近山区甲博物馆的4大旅游景点，推出特别优惠组合，要来吸引游客。上午伫新化虎头埤风景区的发行记者会中，文化局表示，原价460块的门票特票只要280块，相当的好，嘛欢迎民众好康到小报做回来拼观光。为了春节旅游旺季，嘛，互山区热门的观光景点，会当以较俗的价钱，互游客一摆满足。市府跨局处将包括山上水道博物馆、做定花节园区、南营天文馆、甲虎头埤风景区等4大景点推出特票组合。上午市长黄伟哲嘛亲自主持特票发行的记者会，全力拼观光。因为这个几个风景景点有的隶属于不同的局处，有在教育局，有在管理局，有在文化局，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相关局处找过来，能够把这个套票给做出来。大家想想看，套票好像看很简单，就是反正一票游到底嘛，不是这个样子而已因为第一个它1年有效，第二个你今天没有玩完的这个你下次再来还可以用，并不是一张票只能1天内使用，所以说它的时效长。而且它的这个 CP 值又高，加起来总共460块，结果事实上你280块，将近6折的这个费用就可以取得，而且可以1年有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 CP 值，而且非常非常能够介绍台南观光，而且非常非常能够在带动山区产业跟这个观光人潮，而且是对于一般外来的民众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来这边看，它一定。不仅是长知识，而且是增见闻，而且事实上来展扬在青山绿水之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为了文化局长表示，原本这4大景点门票要460块，不过购买特票只要280，等于是抬了将近6折优惠，而且使用期限会当到2021年1月底，相当的好。市府上午跨局处伫农历过年进前来全力行销景点，嘛如果第2阶段将推出的电子特票将更较方便，迎合消费潮流。今日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
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加强南台湾在地产业的活动和合作，工业技术研究院上午伫六甲园区举办南台湾产业创新论坛，并且一口气展示将近30项跨领域的技术，希望透过甲指标性的大厂合作，积极将传统产业转型。利用屏东大量生产柠檬工厂所要单调上千吨的柠檬皮，经过工业技术研究院投入生物科技的努力，将废弃物再利用成为牛所爱食的饲料，甚至提升牛奶的品质加肉质的附加价值。它的柠檬皮渣的话，大概就只能委托那个废弃物清理公司来帮它做处理，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个应用。那我们是希望借由它一个友善种植的一个柠檬，来发挥它那个柠檬皮渣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就有生物技术的就是把它添加一些益生菌，把它开发成清除饲料。那清除饲料拿来喂所谓的乳牛跟肉牛，它也可以发挥它原本柠檬果实的一个特性，然后让整个牛只更健康。对。全府市长甲院长除了共同见证这项南台湾的产业转型，也参观在地优势、数位转型甲培育新创等30项领域的焦点技术，希望透过甲南部指标性大厂的合作，提供南台湾产业全面升级的力量。同时，甲所有产官学研的代表参与创新论坛的开幕，场面相当热烈。3、2、1，请敲金锤！全场热烈掌声！哇，产业突围，南力创新，台湾亮起来了！其实我们工研院在这边真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跟南台湾的朋友、南台湾的产业大家合作，那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技术引进南台湾，提升我们南台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工研院大概是朝了3个大的方向在努力，所以我们在台南、在高雄都有新创的服务处，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有心回乡或是有心创业的一些青年们，能够在南台湾这个地方能够创新，能够创业。那刚刚不管是 AI， 不管是自驾车，不管是种种的产业，我们都期待台湾能够发挥整合的功能。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以我们台湾这么小，你玩你的，我做我的，其实坦白讲，就是自己实力分散，而且做同样的东西，有同样的进度，花同样的钱，那何不把这些研发能量，何不把这个产业制造能量，能够做一个横向的串联，能够做一个纵向的整合呢？所以很期待，也很感谢我们工研院能够扮演起这么好的一个角色。
过去研发力量拢集中伫北部，毋过自从江医南部分院进驻以后，不管伫六甲、南南区甲沙仑，拢将发挥创新专项力量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电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了关心新兴弱势家庭，市府在4号办理精神健康宣导，现场安排真侪闯关游戏，互民众对佚佗当中认识身心健康的重要。会中并且邀请知名加他们的连锁企业来为弱势义诊，希望互因用全新的面貌来迎接一档的开始。台南市卫生局为了关怀身心弱势族群，特别伫农历年前办理新希望秀出爱精神健康宣导活动。14日伫卫生局人生办公室头前举办一系列的闯关游戏，阁有有奖征答、春联竞赏等，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呢又有提供很多美食啊，很多像我都闻到了这个麻油鸡啊，还有绿豆汤啊，还有这个写春联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欢迎大家来到卫生局前面的广场，很多来体验一方面体会在寒冬中社会的温暖，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来剪个头发，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听一听精神卫生的宣导，这点其实对个人也好，对我们社会也好。都是好的，还有所以感谢我们卫生局来做这样的服务。现场除了有真侪爱心单位设档，另外阁有消防局伫现场教导民众防灾知识。金家南地市知名连锁发行企业已经连续7档号召旗下设计师举办义展，用实际行动关怀身心弱势家庭。连续第7年配合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卫生局，在这个岁末年中针对这个精神健康的一个宣导，还有就是对一些弱势族群来提供这个义检的服务。那也在这个岁末年中呢，把一些关怀跟爱来献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的伙伴们也都非常的开心的期待每一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个一个公益的一个爱心义检活动。透过设计师的卡手，让每一位民众感觉到焕然一新，用全新的面貌迎接全新的一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逝世人口超过8万人，密度嘛是世界上高。根据美国知名期刊指出，如果父母逝世，假日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多，其中遗传性的多囊肾更有可能引发生命危险。为了让民众会当量早检查治疗，贵州化病院特别成立遗传性的腰疾病门诊，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自体显性多囊肾是一种造成腰子功能的缺损的遗传性疾病，患者大约有50%在60岁进前就会进入洗肾。虽然健保署在去年7月将自体显性多囊肾纳入健保的给付，不过还是有条件的限制。多囊肾的药目前它只有给付在第3期的患者，而且它每年肾功能下降的速度要比较严重。基本上健保给付就是给付给一群就是家族史或者是患者恶化的速度比较快的多囊肾患者。那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群多囊肾患者，虽然他有多囊肾，但是他恶化的速度比较慢，他可能到70岁才会洗肾。那健保基本上就没有给付给这一群的患者，所以这个药它目前是给付给比较严重的患者。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它可以所有的患者都给付，这是最好的状况。目前多囊肾除了药物会用的治疗，如果要避免遗传，嘛用透过基因的诊断加人工生殖的技术。目前唯一能预防下一代得到多囊肾的方法，唯一的就是我们帮他做基因检查。那基因检查找到了基因突变的话，那他们要去生小孩子，用这个基因检查的结果去做多囊肾胚胎的筛选，做人工生殖。那他们生出来的小孩子就可以没有多囊肾，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做预防的方法。那他假如得到，就目前没有这个基因治疗的选择。贵综合病院黄道阳医师强调，有多囊肾的患者应该注意日常的照护，包括加啉水、控制血压，甲避免吃止痛药啊。如果有家族病史，嘛要注意脑部的检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
明仔日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月14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